今日要介紹嘅係新文化中心嘅低層單位，建築面積約莫1080尺。呢個單位嘅地點優越，鄰近火車站，所以都非常之方便。單位裏面有中央冷氣系統，而且係優質管理公司管理。同埋單位而家已經齊裝有房，租客簡直係即租即用啊！大廈設有5部客 lift 同埋1部貨 lift。而家呢個單位租金只係31000蚊，有興趣嘅話可以隨時 WhatsApp 或者打電話俾本人，隨時嚟約睇啦。如果大家對我今日介紹嘅物業有任何查詢，可聯絡我物業小子。多謝。